张良泽教授在下晡伫台南公会堂举办记者会，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理大学自1997年成立台湾文学系时，伊担任首届系主任。到2002年，校方伫麻豆校区设立台湾文学资料馆，一直到去年12月，被校方换设封馆的整个事件，要来向社会大众讲好清楚。展示室的钥匙都是我跟这个我们的助理在保管啊，但是那个下面那个大铁门呐、那个大铁门都将来唔捌咧锁哦。啊，因为迄派去学校也没有交给我这个大铁门的锁匙，我嘛无啊，哦，所以我都无唔捌咧关啦，这大铁门都唔捌咧关。忽然间就是12月1号，礼拜二，我要进来的时候，这个大铁门拉不开，锁起来了。第二次换钥匙的时候，我已经觉悟了，啊，所以我今晚借这个机会来跟这个校方表明，我退回去，钥匙不开，我门不开，我全部还回去，表明我已经不是名誉馆长。校方换设封馆的做法引起社会反感，纷纷站出来声援张良泽教授。校方感受到压力，伫10号深夜送来2支锁匙，不过张良泽表示会将锁匙退回。校长交代他把这个礼物送来，里面有一封信，信里面有2把钥匙。我准备今天这个该交代的都交代了，然后回去把这个礼物送还给他。市长委特嘛委由文化局长叶铁山向张良泽转达关心之意，也表示只要张教授这边有意愿，会协助后续的处理。有关未来这资料会当提供后续想要做台湾文学研究的人，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文学的资产是咱共有的啦吼，是这个社会共有的吼。所以台南市政府包括台南市政府文化局者，其实张老师因为正住在麻豆。所以事实上，阮也已经有找到空间啦吼。不过这个部分拢是后续的代志，会当去从张老师家好来做讨论，方便张老师会当继续来做这方面的资料的整理、研究甲发表啦吼。对着市府的好意，张良泽表示，伊目前已经提出，不是名誉馆长，应该由校方自行决定。不过这件代志已经演化成公众议题，最后就交由公众来想一个上妥善的做法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